提示句 He learned to play chess when he was a boy. 他在童年時學會下棋。文法要點：一、使用簡單過去式嘅時候，通常係附有動作發生嘅時間信息嘅。但係如果一個過去嘅動作本身就係一個時間嘅提示呢，咁呢個動作就可以唔附帶動作發生嘅時間信息，而使用過去式啦。1A 喺表示過去事情嘅句子前面加上 when、as 等嘅連接詞，構成時間狀語從句。呢個係用過去事情表示過去時間嘅一種方式。He learned to play chess when he was a boy. 他在童年時學會下棋。1B 用喺故事裏邊或者經常談論過去式嘅平台上面，不帶時間信息嘅過去式，主要係用嚟延續話題，而唔係開啟話題嘅。但係喺故事裏邊同埋經常談論過去式嘅平台上面所寫嘅嘢呢，睇嘅人有所預期，唔會因為使用唔帶時間信息嘅過去式開啟話題而感到唔自然嘅。A man went to an insurance office to have his life insured. 一名男子前往保險公司辦理人壽保險。一個故事嘅開端。I made a card game. 我做了一個紙牌遊戲。YouTube 短片嘅標題。I bought an antique cabinet, and while moving it, the lock somehow slid, and locked the cabinet with the keys inside. 我買了一個古董櫃，在搬動它的時候，鎖不知何故滑動了，把鑰匙留在櫃裏鎖上了。喺 Reddit 上嘅貼文。1C 表明動作嘅過去性，只不同於現在，或者係重點在於過去。1C1 只不同於現在。I forgot to bring my wallet. 我忘了帶錢包。知道自己唔記得咗啲乜嘢，咁而家就梗係已經記翻起啦。I didn't know you were here.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I thought you didn't want to come. 我以為你不想到來。睇見某人喺眼前，而家就梗係唔會唔知道對方喺呢度，亦都唔會仲以為對方係唔想嚟啦。Are you an actor? I was. 你是個演員嗎？我以前是。It's no longer as colourful as it was. 它不再像以前那樣色彩繽紛了。1C2 只重點在於過去。I knew it. 我早知道是這樣的。Enough already. You made your point. 夠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I told you we had to hurry. 我告訴過你，我們要趕緊啦。Did you ever hear of such a thing? 你聽過這樣的事嗎？問對方在自己當刻提問之前有否聽聞，暗示呢個可能係對方前所未聞、令人驚異嘅事。Did you ever hear of such a thing? 呢一句話並唔係要查問啲乜嘢，反而係用問題嘅方式引出要講俾對方聽自己認為令人驚異嘅事。Have you 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先至係真實向人發問，期待答案嘅問題。1C3 以 used to 表示以過去嘅狀態或者係習慣。They used to be friends. 他們以前是朋友。I used to sit up late. 我過去經常熬夜。1D 指某個共知或者可推論得知嘅過去時間。William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威廉接受了邀請。Accept 用簡單過去式，顯示說話雙方事前都知道向威廉提出邀請嘅呢一件事，而說話者所指嘅 accepted 就發生喺威廉被邀請時嘅過去時間啦。I made this cake. 我做了這個蛋糕。聽嘅人睇見眼前嘅蛋糕，當然知道有一個做呢個蛋糕嘅過去時間啦。2A 有啲不規則變化動詞嘅過去式同埋過去分詞係原式加 ed 或者係加 t 嘅。原式、過去式、過去分詞。Learn, learned, learned 學習。Dream, dreamed, dreamt, dreamed, dreamt 做夢。Leap, leaped, leapt
leaped, leapt，跳躍；spoil, spoiled, spoiled，糟蹋；burn, burnt, burnt，燒。原式加 t 做過去式同埋過去分詞呢，主要係英式英語嘅用法。美式英語就只係用加 ed 嘅形式，而 burnt 呢個詞呢係用做形容詞嘅。Some burnt bones， 一些燒焦的骨頭。而 be、deal 同埋 mean 只係可以用原式加 t 嘅形式啫。deal、dealt、dealt， 發紙牌。mean、meant、meant， 意思是提示句 He learned to play chess when he was a boy. 他在童年時學會下棋。文法要點：一、使用簡單過去式嘅時候，通常係附有動作發生嘅時間訊息嘅。但係如果一個過去嘅動作本身就係一個時間嘅提示呢，咁呢個動作就可以唔附帶動作發生嘅時間訊息，而使用過去式啦。1A 喺表示過去事情嘅句子前面加上 when、as 等嘅連接詞，構成時間狀語從句。呢個係用過去事情表示過去時間嘅一種方式。He learned to play chess when he was a boy. 他在童年時學會下棋。1B 用喺故事裏邊或者經常談論過去式嘅平台上面，不帶時間訊息嘅過去式，主要係用嚟延續話題，而唔係開啟話題嘅。但係喺故事裏邊同埋經常談論過去式嘅平台上面所寫嘅嘢呢，睇嘅人有所預期，唔會因為使用唔帶時間訊息嘅過去式開啟話題而感到唔自然嘅。A man went to an insurance office to have his life insured. 一名男子前往保險公司辦理人壽保險。一個故事嘅開端。I made a card game. 我做了一個紙牌遊戲。YouTube 短片嘅標題。I bought an antique cabinet, and while moving it, the lock somehow slid, and locked the cabinet with the keys inside. 我買了一個古董櫃。在搬動它的時候，鎖不知何故滑動了，把鑰匙留在櫃裏鎖上了。喺 Reddit 上嘅貼文。1C 表明動作嘅過去性，只不同於現在或者係重點在於過去。1C1 只不同於現在。I forgot to bring my wallet. 我忘了帶錢包。知道自己唔記得咗啲乜嘢，咁而家就梗係已經記翻起啦。I didn't know you were here.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Are you an actor? I was. 你是個演員嗎？我以前是。It's no longer as colourful as it was. 它不再像以前那樣色彩繽紛了。1C2 只重點在於過去。I knew it. 我早知道是這樣的。Enough already. You made your point. 夠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I told you we had to hurry. 我告訴過你，我們要趕緊啦。1C3 以 used to 表示以過去嘅狀態或者係習慣。They used to be friends. 他們以前是朋友。I used to sit up late. 我過去經常熬夜。1D指某個共知或者可推論得知嘅過去時間。William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威廉接受了邀請。Accept 用簡單過去式，顯示說話雙方事前都知道向威廉提出邀請嘅呢一件事，而說話者所指嘅 accepted 就發生喺威廉被邀請時嘅過去時間啦。I made this cake. 我做了這個蛋糕。聽嘅人睇見眼前嘅蛋糕，當然知道有一個做呢個蛋糕嘅過去時間啦。2A 有啲不規則變化動詞嘅過去式同埋過去分詞係原式加 ed 或者係加 t 嘅。原式、過去式、過去分詞。Learn, learned, learned 學習。Dream,
dreamed, dreamt, dreamed, dreamt，做夢。leap, leaped, leapt, leaped, leapt，跳躍。spoil, spoiled, spoiled，糟蹋。burn, burnt, burnt，燒。原式加 t 做過去式同埋過去分詞呢，主要係英式英語嘅用法。美式英語就只係用加 ed 嘅形式，而 burnt 呢個詞呢係用做形容詞嘅。Some burnt bones， 一些燒焦的骨頭。2b， deal 同埋 mean 只係可以用原式加 t 嘅形式啫。deal, dealt, dealt， 發紙牌。mean, meant, meant， 意思是。提示句 He learned to play chess when he was a boy。 他在童年時學會下棋。文法要點： 1. 使用簡單過去式嘅時候，通常係附有動作發生嘅時間訊息嘅。但係如果一個過去嘅動作本身就係一個時間嘅提示呢，咁呢個動作就可以唔附帶動作發生嘅時間訊息，而使用過去式啦。1a 喺表示過去事情嘅句子前面加上 when、as 等嘅連接詞，構成時間狀語從句。呢個係用過去事情表示過去時間嘅一種方式。He learned to play chess when he was a boy。 他在童年時學會下棋。1b 用喺故事裏邊或者經常談論過去事嘅平台上面。A man went to an insurance office to have his life insured。 一名男子前往保險公司辦理人壽保險。一個故事嘅開端。I made a card game。 我做了一個紙牌遊戲。YouTube 短片嘅標題。1c 表明動作嘅過去性，只不同於現在或者係重點在於過去。1c1 只不同於現在。I forgot to bring my wallet。 我忘了帶錢包。知道自己唔記得咗啲乜嘢，咁而家就梗係已經記翻起啦。I didn't know you were here。 我不知道你在這裏。Are you an actor？ I was。 你是個演員嗎？我以前是。It's no longer as colourful as it was。 它不再像以前那樣色彩繽紛了。1c2 只重點在於過去。I knew it。 我早知道是這樣的。Enough already。 You made your point。 夠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I told you we had to hurry。 我告訴過你，我們要趕緊啦。1c3 以 used to 表示以過去嘅狀態或者係習慣。They used to be friends。 他們以前是朋友。I used to sit up late。 我過去經常熬夜。1d 指某個共知或者可推論得知嘅過去時間。William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威廉接受了邀請。Accept 用簡單過去式，顯示說話雙方事前都知道向威廉提出邀請嘅呢一件事，而說話者所指嘅 accepted 就發生喺威廉被邀請時嘅過去時間啦。I made this cake。 我做了這個蛋糕。聽嘅人睇見眼前嘅蛋糕，當然知道有一個做呢個蛋糕嘅過去時間啦。2a 有啲不規則變化動詞嘅過去式同埋過去分詞係原式加 ed 或者係加 t 嘅。原式、過去式、過去分詞。learn、learned、learnt， 學習。dream、dreamed、dreamt、dreamed、dreamt， 做夢。leap、leaped、leapt、leaped、leapt， 跳躍。spoil、spoiled、spoiled， 糟蹋。burn、burnt、burnt， 燒。2b deal 同埋 mean 只係可以用原式加 t 嘅形式啫。deal、dealt、
dealt 發紙牌，mean meant meant 意思是